这个影片标签就是有fruit的水果，那怎么进来的？是从这个 YouTube 的频道，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啊，社群贴文，你看有那个井字号关键字 fruit，所以就点按了就可以进来了，在全球世界各国的有送影片、传影片到 YouTube 的就会累积在这边，所以快速连接到全球，会有影音资料库啊。然后也可以连接到自己频道里面的，这个是自己上传影片的标题嘛，可以在这里可以快速的找到影片。现在比较一下，到那个 YouTube 搜寻，YouTube 搜寻井字号 fruit， 你看出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。在 YouTube 里面的